来看另外一件车祸，是发生在国道1号路南198公里，这半暝2点外是有5台车拢做伙，其中一个姓施的查甫人是有食酒，家己去弄着护栏，才去牵连着其他车。而且这个驾驶落车了后，佫去互后壁驶来货车甲压着，计共2个人受伤送病院。 高速公路顶悬是规个乱糟糟，摆渡事故的工程车已经去现场待命。国道1号路南198公里，我保养系统交流道的路段，有一个41岁姓施的查甫人食酒驶车，车子翻点过2点左右，发生5台车的连环车祸。现场事故为5部车辆造成事故共计有2名伤者分别为手部及颈部有肢体擦挫伤给予清洗伤口包扎止血，送往医院急救。 国道警方表示，这个食酒的查甫人驶轿车伫内底时的车道，唔知啥物原因弄到内底时的护栏了后，全失去控制，先去弄到外口是车道的半拖仔，了后弄到中线的另外一架轿车，落尾手伫内底时的车道停落来。这个食酒的查甫人还佫落车，伫高速公路顶悬咧行，错去后壁一台货车的目骨领扫到，所来佫有另外一架轿车，因为袂负打动啊，全弄到食酒驶车迄个查甫人的车。 这个袂负打动的驾驶脚甲手有受伤，也若食酒驶车的查甫人是阿妈棍受伤，2个人意识拢真清楚，有送病院治疗。驾驶人施南经酒测检测有饮酒，依法自担举发，并以公共危险罪侦办。这个食酒驶车的查甫人，酒测值超过0.25毫克，警方开单甲伊记发，而且照刑法公共危险罪上班。事故详细原因还会调查。 现场伫透早3点左右，摆渡状况会当正常通车。警方提醒，伫高速公路发生交通的事故了后，车黄灯应该随拍落，唔通踮伫车底爱紧出来，嘛莫伫高速公路顶悬行来行去，才会当避免佫发生事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